秀阿嬷，啊你说啥哈？伊搁讲一解，啊我是秀云啊，啊就演武戏咩？我是秀。对啦，柯秀云阿姨啦，啊即马哦阿姨啊有当啊是讲国语，有当啊讲台语啊，我拄着拢是讲台湾国语啦。迄后一题啊，我就问阿姨啊讲，啊这是问你吼，顶摆看喙齿是偌久进前啊？阿姨啊想想的哈，安尼哦，very good 安尼。Very good。阿姨啊，伊讲台湾国语就准拄煞，伊讲甲咱这脱秀台语共款，国际化，国唠英文的。啊，煞来吼，我要请阿姨入去内底坐，啊，我要摕迄互伊录嘴，啊，毋过我袂晓录嘴，要安怎讲？我就甲阿姨讲，阿姨啊，这互你咕噜咕噜屁啦，咕噜咕噜屁。对啦，所以安尼嘛会通啦。讲真诶，我有一摆伫迄个加拿大迄个机场，伊就甲迄想要拍开，看才一本册，迄写人佫是我，伊讲这是你吗？是，讲这讲啥互我听？我讲迄一个有火车。乌卡，伊个知影吼，像我讲到咧加票的，啊，强面，完全听有，伊一个笑无够，我招两个来斗听。从迄摆开始，我要入去加拿大迄关咯，伊个看到我，强面 OK。